日期11月19號，天天讚美神，禱告文啊！聖經經文，你哋要稱謝萬神之神，因佢嘅慈愛永遠長存。詩篇136篇2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作為奇妙可畏嘅神，永世嘅君王，獨一嘅上帝啊！我要稱謝你，因你就係善，你嘅慈愛永遠長存。願人因耶和華嘅慈愛同你向人所做嘅奇事都稱讚你。你係守約施慈愛嘅主，因你叫我所渴慕嘅得以知足，俾我嘅心裏時常飽得美物。我嘅救贖主啊，我喺苦難中要哀求你，你就從我嘅禍患中拯救我，你發命醫治我，救我脫離死亡。但願人因你嘅慈愛同你向人所做嘅奇事都稱讚你。奇妙嘅上帝啊，我要以感謝為祭獻俾你，歡呼述說你嘅作為。我要因你嘅慈愛同埋你向人所做嘅奇事都稱讚你。你係我最喜樂嘅主，我要喺萬民中稱謝你，喺列邦中歌頌你，因為你嘅慈愛大過諸天，你嘅誠實達到穹蒼。至高嘅主啊，願你崇高過於諸天。願你嘅榮耀高過全地，求你應允我哋，用右手拯救我哋，好叫你所親愛嘅人都得救。我嘅上帝啊，我要稱謝你，直到永遠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